大家好，已經有一段時間冇介紹北歐挪威之旅嘅其他城市啦。咁今日要介紹嘅城市呢，就叫做 Tromsø，中文名就叫做特隆塞。但係咧，我之後咧都會用挪威名 Tromsø稱呼呢笪地方嘅。呢個城市咧已經係挪威差唔多最北個地方啦，同埋亦都係北挪威最大嘅城市，人口最多嘅，人口咧大概有7萬人左右啦。當然咁北嘅地方，之前提過嘅北極光啊、午夜太陽啊，呢啲咁嘅嘢咧都可以喺 Tromsø 嗰度經歷同睇到嘅。好，嚟到 Tromsø先介紹一個挪威名人先啊，你哋睇睇呢幅相，認唔認識佢？唔認識啊？佢就係世界棋王 Magnus Carlsen 啊，中文發音就係馬格路斯卡爾森。我好中意捉呢個國際象棋㗎，所以佢係我偶像，我好崇拜佢㗎。咁點解會提到佢呢？因為喺2014年呢，喺 Tromsø 咧就舉辦咗呢個國際象棋嘅奧林匹克比賽，所以呢，為咗紀念呢個城市咧，就介紹埋呢個人。仲有呢，喺嗰年呢，小弟呢就好榮幸代替自己嘅城市史塔雲加即係 Stavanger 啦嚟參加比賽添。唔好誤會，唔係職業嘅，只係代表公司嘅業餘比賽啫。咁我嘅結果呢，就當然係大敗啦，因為嗰陣嘅棋術嘅經驗就唔夠，咁亦都掛住睇靚女，記得對住一個挪威妹嘅話都金髮臨眼，都幾靚嘅，掛住睇個樣，點知俾人將死咗添，唉，失禮失禮。嗰一屆好似係俾中國贏咗呢個冠軍添嘅，你哋睇呢幅相就知道啦。嚟到 Tromsø 北挪威呢個大城市，應該要感受啲咩嘢？當然要去睇下佢最獨特嘅天然景色啦，同埋佢嘅生態環境。有好多野外嘅獨特嘅生物咧，就喺 Tromsø可以睇到噶啦。咁例如係咩嘢咧？你會喺度睇到鯨魚啦、鷹啦、棕熊啦、野狼啦、鹿啦等等。但係好似咧就冇北極熊睇到嘅，北極熊要咧可能要去到 Svalbard 先可以睇到啦。如果想近距離感受到呢啲奇珍野獸咧，咁咧就要去一笪地方國家公園叫做 Polar Park。大概要喺 Tromsø市中心揸2個鐘頭車先可以去到嘅。喺嗰度咧可以坐纜車去山上面，由山上面望翻落嚟成個城市嘅景觀嘅。咁嗰個纜車咧 cable car 咧就叫做 Fjellheisen，需要5分鐘時間就可以上到個山嗰度噶啦。一程咧就大概係要290蚊挪威克朗，細路仔17歲以下咧就要155蚊挪威克朗。如果早期冇去到挪威玩嘅，就有少少可惜啊，因為挪威克朗咧而家貴咗好多，應該由喺最低嘅時候到而家應該係貴咗成20% 到嘅，而家應該就係香港幣78蚊港紙咧就可以換到100蚊挪威克朗嘅，之前係60幾啫嘛。咁好，又到要介紹挪威美食嘅時候啦，嚟到呢個咁特別嘅地方 Tromsø，當然要試一試佢嘅特產鯨魚肉扒。你睇下個樣好似牛扒咁樣嘅，都係煎到好似幾多成熟啊，5成熟啊咁樣嚟食嘅。好，咁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啦，多謝各位觀眾收聽同收看，記得臨走個4部曲啊，多謝晒你哋，拜拜咯。記得 like、subscribe and share， 因為咁樣呢，就對我哋呢啲咁小頻道呢係最大嘅支持同鼓勵。如果可以 comment 埋就最好啦，多謝晒。